这个新约圣经的部分，84页，新约圣经84页，咱就听听。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人无惊黑暗，反倒要互活命光。法利赛人就甲伊讲：你为着本身做干净，你的干净毋是真。耶稣应讲：我虽讲为着本身做干净，我的干净也是真，因为我知本身对倒落来，对倒落去。你毋知我对倒落来，对倒落去。恁照肉体染断人，我无染断人。我就来染断，我的染断是真，因为我毋是家己的，是我甲找我的爸三角伊的。搁伫你的律法记载，两人的干净就是真。我是为着家己做干净，找我的爸也为着我做干净。因就甲伊讲：你的爸伫倒落？耶稣应讲：恁毋捌我，也毋捌我的爸；恁若捌我，就捌我的爸。耶稣伫天地教世人，伫库房内底，伫库房内讲这个话，也无人掠伊，因为伊的时也未到。圣经到遮，伊是迄个正道的咱的题目是上主自我的启示，我只是写过无书。我哋新年兄弟姊妹，新年恭喜！恭喜！感谢上帝，互咱伫2021年的头一个主日，会通来到伫个面前，咱伫遮起坐敬拜，上时伫天主日，咱起床的时阵，感觉看到无共款，就是有日光啦吼，因为前几工拢一直安尼，乌云甚至真冷咱讲迄个31，迄个跨年的迄工真正是真寒啦但是今主日，咱讲新的年头，新的开始，上帝互咱看见新的亮光。这点才就是咱今日所要讲的主题，也所讲是世界的光毋嘛讲即个世界的光会通照伫咱的心内，互咱确实会通人生得到盼望，看见一个新的开始。亲像咱拄则圣歌队所念的万米拢要学乐唱歌。伫即个新的开始，咱用学乐敬拜来成做咱快乐的源头。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满心感谢学乐你，你是通得阮学乐敬拜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就会通来到伫你的殿院，阮伫遮起坐敬拜。愿你的荣光大大充满伫阮的会中，愿圣神也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每一个人会通因为新的一年的开始，看见上帝伫这年的中间要做新的事，互阮知影你永远是新创造的上帝。感谢你，求圣神也这时阵，互阮心会通打开。来领受伊的话语，通坚固阮的信仰，通装备阮的灵命，祈祷恳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主日是号做主显日的主日，伫每一年正月初六，就是教会日所讲的主显日。伫这个主显日是为着要庆祝主耶稣。伫人类的中间来显明家己，所以原本是东教会庆祝圣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所以咱12月25是西方
咧庆祝圣诞节，但是伫东方是伫用正月初六即个日子。伫古早诶思想诶中间，有提起即个祝献，即个祝献即个词，即个希腊文原本诶意思就是有一位神，一位上帝伊诶出现，互人诶目睭会通看见。啊是讲有一位互人当作是神咧崇拜诶皇帝，伊伫个国内，要准备去到一个城市，伫遐拜访诶时阵，迄地诶百姓会通看见即个神诶出现啦吼。以早罗马皇帝就看做是神所以当伊去出巡诶时阵，叫再好时就神来到即个所在，带来祝福。关于祝献日上早诶记载会通追溯到即个第3世纪。迄时阵有一个叫做诺斯礼拜即个诺斯礼拜是异端啦因伫即个正月初六即个时间来庆祝耶稣受洗诶日子，并且主张耶稣伫咧受洗诶时阵，伊才有真正上帝囝诶身份啦，就是讲耶稣伫咧受洗对水起来迄点，讲天拍开有圣神临到伫耶稣诶身上，有声音讲你是我所疼诶囝。即个诺斯底伊认为讲耶稣伫即个时阵，才号做上帝诶囝但是即个代志即个埃及诶一个教父号做格里面伊认为讲这是异端。格里面伊为了保护教会诶信仰，来即个古传诺斯底主义即款错误诶教导，所以伊伫遐呼吁教会。爱庆祝主献日，是因为这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就是代表耶稣伊是成做上帝的囝来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伫东方的教会，煞形成正月初六是庆祝耶稣伊降生的这个日子。若是教会伊会选定这个正月初六来庆祝即个日子的原因，就可能是迄个时阵，非基督徒会是即个日子的中间，来庆祝时间的神的生日。正月初六伫非基督徒伫迄个文化中间咱讲迄个希腊文化甲罗马文化的中间，正月初六是时间的神的生日。为着要甲即个非基督徒所流行的民俗，也是个宗教庆典有分别，所以教会伊通常会用一个节期来取代因所庆祝迄个庆典所以即个时间的神的生日，才会互教会摕来变做是主献日，安尼来表示这是上早期信仰本位化的一个方法所以咱其实会通看见侪教会迄个节期的中间咱讲有个人会庆祝犹太人的节期，这犹太人的节期其实伫咱基督信仰来看，是咱无咧庆祝，但是为着要甲因做一个结合，咱人发现，犹太人因所庆祝因的节期的中间，咱教会嘛有咧庆祝。像讲五旬节啦，五旬节伫基督教会内底是咱讲信心降临节嘛，但是伫犹太人因是叫做五旬节，五旬节叫做守护节守丧节所以迄是犹太人的节期，甲咱的基督信仰节期甲做伙时阵有一款无共款的即个解说。即个原本伫东教会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伫教会发展早期，有甲即个耶稣受洗礼来连结做一伙，来搁因为即个耶稣伊伫迦纳迄个婚宴的中间，又将迄个水变做是酒，即个新约，所以会通看见讲即个伫即个新约中间，耶稣伊也显明伊家己，
互世间人来看见。所以伫约翰福音第2章即个水变做酒的记载后壁面，有讲耶稣学生看见即个神迹，所以就信伊。所以伫即个主显日有3个中心的事件，通来讲，即个主显日真要紧，就是主显现的日子。第一个就是讲博士来朝见耶稣。博士是看迄个体面星，看到迄个体面星，就是讲耶稣伊应降生啊，所以来朝见耶稣。然后是即个耶稣受洗礼，天开，圣神临到伫耶稣的身上。这是第2个启示。第3个启示就是讲水变酒。通过即个神迹，学生伊相信讲这位就是上帝所赐来的。所以除了是要正人来宣布。主耶稣一定伫人类中间来显明家己，更较要紧的是要甲世间人讲，伊就是世界的光。伊来到伫世间，是为着要照明一切黑暗的所在。当然也包括咱每一个人心内黑暗的所在。毋是干那照伫即个世界黑暗的所在，是要照伫咱每一个人心迄个黑暗的所在。所以今仔日咱继续通过主耶稣所讲。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间的光，咱做伙来思想上帝的自我启示。今所睇这段经文，伊的背景是发生伫犹太人大寮仔节的期间。伫圣经，咱若看约翰福音第7章的记载，一开始，即个耶稣的兄弟讲，你会通去耶路撒冷过节啦，即个是什么节？就是大寮仔节。这个大寮仔节，我称作是。即个收获节修行的节点，伊拄仔伫迄个犹太人当做要修行的迄个时间点，伊是犹太人3大节期的之一。另外2个节期就是搬过节甲迄个受坑的节期。根据摩西就规定，伫即个节期中间，因着爱搭庙啊，个搭布片啊咱毋知去度命的经验无去度命就要家己搭迄个。帐篷住伫个内底。上帝有吩咐摩西讲，你着爱甲即个伫即下骹经文讲，你着甲以色列人讲，即个7月15日是大寮仔节，即日久甲耶和华守伊，恁着踮伫草寮仔来7日久。既然以色列本地人。拢着踮伫草寮仔内底。为虾米犹太人着爱遵守大寮仔的即个规定？这是因为要互因世世代代会记得当初上帝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然后来到伫旷野的所在。旷野是无厝通去住，所以因着爱大寮仔。伫个大寮的过程中间。以色列人经过40年久，伫旷野的时阵40年久，当时上帝伊伫迄个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久的时间，日时用迄个风条，暗时用迄个火条来引带以色列百姓，会通伫即个旷野行路，伊袂去失去方向。像是上帝伊也用即个玛纳。用这烟墩做食物，互因会通食，互因袂抵到无体力，还是枵死伫即个旷野的所在。所以伫大寮仔节的即个中间，即个圣殿伊有4支大枝条啊，迄叫做火条就是顶悬拢有油灯啊当即个油灯点倒的时阵，会通看见整个圣殿。真光啊！好像有日时，即个日头光照伫圣殿内底共款。所以因伫即个中间会通纪念上帝带领即个百姓，日时用云条，暗时用火条，来甲伊引带。讲到这4支火条的目的就是，要象征上帝的带领。那犹太人伊也摕上帝所吩咐。4款的农作物，
来诚做即个伫上帝面前庆祝的一个即个物件伫圣经有记载讲好树的果子即个做树的枝盐树的歪甲即个河边的柳这四款物件伊来合做伙。另外是即个7日的中间，伊就举即个四款植物伫遐庆祝上次咧庆祝秋天果子甲即个橄榄的收成拄则讲这是一个收成的日子的节期。耶稣伊选择伫即个节期的光，点在嘛是对应到伫迄个食风食风就是讲点做设定的嘛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是要互人知影讲，伫即个节期的中间，光成做一个真要紧的元素。耶稣伊本身就是即个光，即个光是代表上帝临到伫即个世界。所以伫即个大了解中间，光真自然就成做节期上明显。也是上要紧的记号。所以耶稣伊真明确来向所有人指出，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行伫暗，反转要有活命的光。讲即个字伫约翰福音拢总有23摆记载，伫福音书的中间嘛是一个真要紧的主题。约翰福音第1章第30到第90的中间有真清楚来宣告讲，耶稣就是世间的光，伊也是活命的光。这是作者约翰的见证。当时伫今日第8章12节经文中间，耶稣伊家己伫遐宣布讲，我是世间的光，我是活命的光。甲约翰一开始伫遐宣布，甲耶稣家己宣告，这是两款无共款的感受。当时耶稣伊安尼公开来宣告这项代志的时阵，这法利赛人听了实在是引起有真大的反应你想，伊就讲你无法度为着家己做见证。这个法利赛人伊认为耶稣安尼公开宣告讲我是世间的光，即款的身份伊无法度认同。法利赛人啥会无接受耶稣为家己所做的见证？是因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就是2个以上的见证人，才是会通信靠的见证。2个以上的见证人，这是真正的见证。因为摩西律法为着要记载第8章。当时咱看第8章一开始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带一个行淫的人，一个妇人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然后讲这个人伫行淫时，互我掠着，照摩西律法就爱甲伊用石头，大身摕石头咧刻在面顶。伫摩西律法的规定就是讲，见证人着做一项事的见证人，才会通大身摕石头刻来家己顶。但是这个事件中间，无一个人敢摕石头刻来，毋是因为讲耶稣伫遐对因讲，你中间若无人犯罪，就会通大身摕石头刻来家己顶。是因为这个人无一个是见证人，所以无法度摕石头刻来家己顶。咱看这个马太福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的记载，它前后的连结真有意思。第一项事是无见证人起来，来判断这个妇人人的罪。但是耶稣直接讲，我是世间的光的时阵，法利赛人认为讲你也无见证人，这真有意思。法利赛人啥物无认为耶稣会当为着家己做见证？因为法利赛人是用人的目睭、人的眼光，要来看耶稣的身份，伊毋是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见耶稣伊的身份。所以，既然法利赛人伊无多用迄个上帝的眼光，伊是应当的眼光来理解耶稣伊所讲的话，当然伊无原来伊真正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哦，是无多看见上帝伫耶稣身上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耶稣才会应因讲，我是为着家己做干净，找我来的迄个老爸，也为着我做干净。哦，咱若是会通用上帝眼光来看见耶稣的身份时阵，咱真自然就通知讲，确实有两个见证，一个见证是耶稣，第二个见证是上帝。虽上耶稣的见证，无论是对旧约的律法，还是法利赛的传统，拢是会通成立。因为做见证的除了是耶稣家己本身以外，佫有迄位找耶稣来到伫世间的爸上帝，会通真正明白上帝，明白即位天父，就会通真清楚知影耶稣的身份，伊会通明白耶稣。咱对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记载，会通知影，当迄个活命的光照伫黑暗的所在，但是黑暗咯，无愿意接受光啊。哦，当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也即个光已经存在伫这世界，因为世界是通过耶稣来创造，世界却无愿意来明白伊。虽然耶稣来到家己的所在，拢是无人愿意接待伊，因为世间人无愿意互光照。法利赛人因为互即个律法侪侪只个规定、只个条例，互因目睭暗掉的，所以无法度看见上帝同在的恩典。甲伊的应允已经通过即位道成肉体的耶稣临到伫即个世界。其实咱会通看见约翰福音某一个所在，马太福音一个所在记载，就是讲，即个行洗的约翰，伊伫遐交伊讲，耶稣到底是毋是迄个上帝所差来迄个弥赛亚？所以当伊互希律关入监内底时阵，伊捌找两个学生去问耶稣讲，伊讲。所要来迄位是你吗？还是讲，阮着要问问其他一个人？即个行洗约翰伊嘛开始交位啊，伊一开始毋是家己学生讲看上帝样个背负所有个人的罪，但是到伫即个时间点，咱会伫遐开始交位。耶稣就应伊讲，伊讲恁着去，将恁所听见、所看见，甲约翰讲。就是青面的看见，摆骹的行，太高的清气，臭面人听见，死的人告我，送香的人得到福音。既然无伫我内着答的有福气。耶稣伊的回应其实是照伫旧约圣经的记载，旧约圣经的记载讲，当迄位以色列人的王，就是以赛亚要来的时阵，就受这个条头。青面的看见，臭面的听见，便随会通起来行路。我是一个条头，真光就是主耶稣。当耶稣对咱讲，我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行伫暗，反正要有活命的光的时阵，即句话带互咱什么款的启示甲帮助？让咱对两个面向来去思考。第一项就是，咱是毋是有互真光照伫咱心灵上黑暗，并且无愿意互人知影迄个真歹看的面。对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咱会通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照上帝形象来创造，也上帝对家己所创造的人类拢看做是好。伫创世纪第1章有即款的记载。那咧上帝搁较意爱，甲人类有真久
真近、真亲近的迄个接触，吼，甲伫遐交谈。上帝毋是远远看袂着，也是讲甲你无任何关系的一位上帝，伊是踮伫咱的身躯边，随时行叮当伫咱的身躯边。哦，咱来看见创世纪第2章的记载，有记载讲，天起了凉风，上帝行走在园中。这个记载表示讲，上帝甲咱真近啦，伊行伫咱的附近。上帝随时踮伫咱生命中来陪伴，无论咱是欢喜、受气、哀伤，还是忧愁，伊拢陪伴伫咱的身躯边。当时自从人类违背上帝命令以后，迄个罪恶感较真变小，迄款的心态，反倒互咱毋敢去亲近上帝，开始闪避上帝的面。甚至推卸责任，拢毋是我毋对，拢是你别人的毋对。将所有的错误拢归咎伫其他的人，因为咱会烦恼讲，咱犯错以后，会互上帝无欢喜，会互上帝处罚，甚至会互上帝来赶出爱甸园。咱看下东夏娃尾后，互上帝赶出爱甸园。会记得我伫咧高三的时阵。升高三迄年的暑假，有一天，几天的时间，爸爸妈妈就出国，去旅游我就真欢喜，我就将我爸爸的车开出去阵我无驾照，爸爸车佫手摆的我真勇敢，我就开出去为做佚佗一天迄阵在外路朋友出去佚佗就伫遐算一天真平安，一切拢真顺利要转来到厝的时阵因为阮兜迄巷足细条比咱外口即条巷佫较细条。伫要进入到巷的时阵，要正弯有一支电火条我讲爸爸开车技术拢真好伊到伫咧所在就是一困就挖过去讲免第2摆，我就讲好我试看卖家己调整家己开车技术真好我就安尼开过去要正弯结果撞去撞着车门撞车门真紧张嘛是赶紧将车就写一个纸条我讲爸爸真歹势我车开出去撞着车门请你毋通生气等等写了放伫桌仔顶我就走出去，我走去阮朋友兜，去避一暗我想讲去走去阮朋友因兜去遐避一暗应该是无啥款代志对象所有人知影讲，当咱犯错的时阵就想要闪避而且闪避原因啥惊互人骂所以咱会通知影讲。因为犯错受到责罚，迄是真自然的代志你若做毋着一项代志，互人责罚，这是真自然的代志。因为自即个责罚的中间，咱才会通会记咧教训，并且搁再一摆来请求原谅。好亲像咱常常讲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相信，当咱有迄个心意去承认家己的过失的时阵，互咱得失的人，伊也会愿意对咱喜乐怜悯来原谅咱，互咱有迄个悔悟的机会。亲像安尼，咱即位充满慈爱的天父，嘛一定安尼对待咱。好亲像使徒约翰所讲的，因为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伊要赦免咱拢总的罪，洗除一切不义。虽然咱拢知影上帝是一位充满怜悯、慈爱的天父，但是重点是在于咱是毋是愿意，互真光照伫咱心灵上黑暗，佮无爱互人知影迄个真见笑的面。
然后这接受真光的光照，是为着要让咱看见家己的软正、家己的不足、家己罪恶的本相。哦，这毋是一件真见笑的代志，是要甲咱提醒，只有真光才会通恢复原本上帝创咱迄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只有真光才能帮助咱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第二，咱是毋是有愿意互真光医治咱心灵上深沉的创伤，还是艰苦的事？咱知即几年来，即个原生家庭，也是讲即个童年经验，已经成对社会，还是讲教会中间，普遍互人讨论的议题。因为即两项事，深深影响一个人身心灵的发展。即个原生家庭甲童年经验，会去影响咱一个人的人格的成形性。咱无得否认，咱的心上常常拢有迄个稳重，还是看袂到的地雷区啊！咱无得去否认。所以有人无代无志，我见讲，哪会生气哦？其实，迄是因为伊无张力去摸着咱迄个地雷区所以咱才会真生气，还是讲伫遐大声啼哭。但是详细去了解伊个原因，其实真侪拢是原生家庭甲即个童年经验所造成的结果。亲像讲有一寡人真惊家己一个人伫暗时，家己伫厝内，因为黑暗会感觉真惊吓，所以就爱去捉光，光线足侪的迄个所在，迄灯火通明的所在，伊无爱踮伫黑暗，还是讲伊走，逐工暗时拢走去朋友的厝，去串门子，是因为无想要感觉孤单。咱看见即款的人，通常就是拢是伫即个幼婴的时阵，也是讲细汉的时阵，因为真侪摆伫暗时需要父母的陪伴，但是因却无伫伊的父母却无伫身躯边来针对伊即时的安慰，还是会通满足迄款的经验，所以只要暗时一到，因就会感觉真惊吓，感觉真孤单。另外一款人是因为伊会做一寡行为还是讲伊一寡状态，互人感觉引起注意，特别是伊的亲人、伊的朋友，即款较特殊的表现，其实嘛是有伊特别的故事。记得我过去咧辅导迄青少年的时阵，我有一个牧师的囝，当伊上国中以后，开始就伫一寡外在，做无共款的表现，今年金色的头鬃佫挂耳高，大家看着讲奇怪，哪是牧师囝，无代无志去染金色的头鬃挂耳高，所以阵中职看着开始伫遐碎碎念讲做牧师囝安尼，无就开始怪迄个牧师拢无甲伊管教，但是却无人真正了解讲是安怎，伊要安尼来甲伊打扮，要装作即个款式。伊安尼打扮主要目的是为着要互人注意，因为伊需要人的关心，特别是伊需要父母的关心。其实诚做牧师的囡仔真辛苦。当时暗时父母爱去探访，但是因暗时真孤单，需要人陪伴的时阵，想要找父母却找袂到。我实在足侪即个牧师囝因常常拢甲我讲一样事，伊讲我的父母不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会有的父母。就是讲因需要父母的时阵找袂到因，但是会友需要因的时阵，随时拢找到因。
诚做一个牧师囝的心情。所以伫迄中间会通看见，遮个人是需要互人关心。坦白讲，咱每一个人心灵上深沉的所在，其实拢蕴藏真侪无爱互人知影迄款的创伤甲艰苦事。而这问题通常就是咱所讲的地雷。咱若是有人无张伫去讲着的时阵，就会爆发。上无辜的人是啥？咱无代无志去讲着的人，因为毋是因为咱做啥物款的代志，就感觉真受气，是因为点在咱的一个行为、一句话，互伊想着讲过去有人安尼家对待，所以伊就安尼爆发。就因这，叫咱愿意接受真光的光照，耶稣伊要医治咱一切的创伤，甲迄个艰苦的事，解除咱心上一切的地雷，并且通过真光的安慰甲帮赞，咱会通来照顾迄个过去捌受伤的家己。咱拢需要互人照顾。特别是迄个心灵上深沉、迄个创伤，搁较需要人照顾。然后这主要说，这个世间的光已经伫2000多年前降生伫咱中间，伊来是有要照光咱一切黑暗，互遐稳藏伫黑暗的所在，遮歹的代志拢会通无所在通好比。只要咱愿意接受主耶稣诚对活命的光。伊要互咱脱离罪恶的捆绑，无搁再继续活伫黑暗的中间，会通真心来称作是上帝的儿女。虽然咱难免会搁再一摆互罪来引诱，甚至搁再一摆陷落伫罪恶的牢网中间，只要咱愿意互真光不断照伫咱心灵的深处，为着所犯的罪过来感觉悔悟。伊就要搁再一摆带领咱转去到上帝面前，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上要紧的是，咱就要互真光来安慰医治咱心灵的创伤，恢复上帝原起所创造咱迄时真美好的形象，互咱袂比较，搁再受着过去的伤害来捆绑。咱会通永远享受伫主耶稣内面的喜乐甲平安。咱是愿意接受真光来伫咱的心内，这是咱诚做一条道真要紧信仰的证据。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就是真光，你来到伫即个世间。是为着要照明一切黑暗的所在，我也知影你要照伫阮心灵黑暗的所在。主，当你来到伫阮的中间，互阮清清看见家己的罪恶。刚才阮想要多想，阮想要闭起来，总是主耶稣，你好亲像是阮的朋友，你陪伴伫阮的身躯边。阮虽然因为过去的罪恶，阮感觉想要闭起来，总是因为你保护、抓看、洗除阮过去一切污秽，阮无搁再惊，这个真光来照伫阮的心上。反正阮愿意来亲近这个真光，互真光成做阮的快乐，成做引带阮行伫正路一个真要紧的指示。主，阮也知影，过去种菜，阮有侪侪受伤的代志，阮无愿意去面对，也无愿意去承认。主，恳求你的真光，会通来安慰阮、医治阮，互阮受伤的心灵会通得到医治。互阮过去迄毋好的经验会通得到恢复，主，互阮拢会通
恢复到亲像上帝原起所创造的款式。当阮伫咧面对各种的问题的时阵，阮无搁再惊吓，因为阮知影有你的光照伫阮的心上，阮就会通光明，甚至会通成做一个影响力，互众人看见阮生命的转变，因也真意外想要了解到底是甚物款的代志，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就安尼，阮有机会来甲因分享这位世间的光、活命的光，伊是怎样成做阮的帮衬，怎样引带阮会通行伫正路的顶面。主你是真光，照伫阮的心，照伫这个世界。求你继续伫这个世界来发光，互这个世界也因为众人接受你、相信你，得到真大的改变。祈祷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要过来吟圣诗，圣诗第71首，圣诗71首，基督世界真光，基督世界真光，希望无白，伫黑暗中间做名字来告示。咱若看见伊，亲像看见伊的阳光之源上帝，才咱去来关心。
台语2摆，华语1摆，咱要读经。耶稣各大经啊，我是世界的光，对我来有影响。反正对我名的光，用含福音对主神的赛。耶稣各大经啊，我是世界的光，对我来有影响。反正对我名的光。用福音对主神的赛。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这是我的报告。今主要举行一个1月份的庆生会，求上主以稳定为联社的官员，各位每一位受签的人生的路径，拢有稳高稳持。今主礼拜后要举行中级工的同工会，请中级甲各关节会长、生活队队长、生活行业的班长，一定来出席。2021年1月到3月事奉计划表，贴搭伫公布啦，请大家来看，有识的人注意来看。2021年1月到3月，新版讲特定的亲切，放伫招待桌，请大家家己所处。请兄弟踊跃伫公布栏2021年这个填写这个主力的会载加主力爱餐的方面表，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丰盛的稳定。这个拜三早间郭牧师来主理祈祷会，随团长老来主理，欢迎各位兄弟踊跃来参加。祈祷这个建造祈祷后面的教会。太阳河中会司马县教会有一间2要预备，这个部落的生产的老金而且还有椴木香菇两棵菇冬菇拢这个中间搭伫公布栏遐，若需要的人家己遐填写。到今日来截止。福地理办公室1月16上午9点到12点，要伫本会来举办这个幸福台湾爱在福德庆祝的活动，庆祝的典礼的活动。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报名到1月12日截止。内岛的生活，下周的工地，有负担的人请家己来看。方面的部分，家己来看，若有差错，咱来向这个会计来检证。以上，佫有后壁还有存一寡限制，我才有载一地来若有要记的人，咱家己记有迄个阳性的助力，伫遮老师来咱来记。以上，按工作时间就。请牧师来补充。咱顶礼拜有着旧年度在同工有即个整理有几位同工无来，直接来补好这个同工顺利利个这个智列在第3行业。
所以咱今日要有这个1月份的庆生会吼，咱1月份的生日的寿星，我本身将会初一啦吼，过来中义兄将会初二，曾牧师是将会初9，绵绵在楼上吼，嘿，将1月13，你将会15吼。青鱼在将会16，晚璇27，静怡28，毋知有个9月份生日我无念着，因为即摆会做一寡迄个补丁吼，因为有人有记载，有人无记载，来甲牧师讲者，是讲甲迄个比方听到讲者吼，咱逐个月咧庆祝时阵吼，才会通来即做一个签名吼。好，咱请这个寿星会通起立吧吼，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吼。今天就跟牧师讲吼，即个月生日要请伊做倒吼，我家己替家己祈祷。来，咱请你牧师来替这首祷吼。咱大家头来祈祷。就比听通天父上帝，亲爱主耶稣，上早时我来到你的殿面，就是要来敬拜服侍你。回想过去的一冬，我有看见某某有你的恩典甲赐福伫阮的中间。亲爱主，伫阮困境的中间，阮有你的带领；伫阮缺陷的中间，有你的供应；伫阮软弱的时，你来坚固阮的信心。伫疫情内底，你有保护甲圣神的热杂。伫阮伤心的时，我要得到你圣神的安慰；伫阮忧郁的时，阮得到你的鼓励；伫阮孤单的时，阮有你的陪伴。为着这个恩典，阮献上阮的感谢。也因为安尼，阮才知影你一直伫阮的身躯边去陪伴阮。也因为安尼，阮才明白你原来拢无离开阮。亲爱的主耶稣，阮即时特别为着郭牧师、钟义兄、顺利兄，甲所有一切伫1月份生日的寿星，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勉励，你的路径拢有油在滴。阮为安尼来感谢你，求你加添顶辈的欢喜甲快乐，伫因的家庭中，愿主赐福，互因度尾的温情比前的搁较大。求你将久长的日子、长的岁寿甲平安加添互因。愿小事满目的上帝，互因对神来充满逐项的欢喜甲平安，互因伫圣神的权能得到满满的满足。愿稳定平安对因亲在的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加添多多互因。愿上帝接纳阮正人伫你面前的祈祷。我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多谢你牧师的祝福吼，真有准备，好，多谢课吼。咱直接祝福咱1月份生日的寿星吼，生日快乐！
咱下晡有要召开点一档工会哦，咱做些迄个美宴，有替咱遮档工准备中昼饭哦，咱就免搁食便当吼，所以请咱遮中一档工哦，较等一个礼拜煞，咱就来用餐，咱差不多做成是到讲到1点吼，今年度头一摆的中一档工会哦。拄则有报告迄个太阳耳中会司马县教会吼，因为着变成要卖遮个农产品吼，咱照咱的需要来去登记吼，到今仔日为止，咱登记了吼，再将费用交互我，再将费用交互我，看你要登记偌济，要偌济量吼，登记互清楚好势，即礼拜我就甲迄个詹牧师吼，因教会詹牧师来订购，特别是迄个。香菇也是即个黑木耳吼，主要是伊的量有限啦吼，所以啥人讲，敢若登记到即礼拜，主要是因为今仔收办登记吼，咱就买无，所以咱若有需要的，迄个香菇、动物香菇，也是即个黑背白木耳吼，咱若有需要再来登记吼，再请咱兄弟特别注意。有关这个副总理办公室所办的这个活动吼，幸福台湾爱在福的祝福典礼吼，伤紧啊变祝福典礼吼，咱欢迎保定遮也是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来做伙为着这个活动吼，咱做伙参与吼，伫迄个讲有甲替咱准备，也是即个吼，互人过通翕相吼，然后中昼有迄个提供即个中昼饭吼，会通来参加吼，所以中昼饭来食啦吼，所以欢迎咱踊跃来参加吼。好，咱即时就进入到咱代祷的部分吼，咱今日为着贵长老的家庭跟吴真济的家庭来祈祷吼，咱特别求上帝保守带领，互因会当虽然有年岁吼，但是抑佫会当有勇壮的身躯吼。咱看吴真济嘛是拢有参与伫圣歌队的中间吼，所以求上帝坚固因的身体，一直拢当平安勇壮健康。这是为着贵长老跟吴真济的家庭来祈祷。阮特别伫个时阵，为着贵长老黄真济的家庭，家己阮的祈祷，感谢你，你使用即两位你所重用的劳动器具，教会的中间有最的服侍，通过因忠心的侍奉，互阮看见即个家庭是上帝你特别祝福的家庭，阮要恳求上帝。伊继续来引带固守贵长老跟吴真济，虽然已经有年岁，拢是阮看见因人命是活泼的，因犹佫有真热心参与伫服侍即款的心志，求上帝你保守因，互因伫每一天的生活拢会通有上帝有恩典有活伫因的头壳顶。也互因的路径，拢有上帝你的意乐，互因全家拢有上帝满满的祝福，特别也为着伊的儿女顺利求上帝你来照顾，互因无论是伫工作上，
因个家庭、伫教会生活、信仰各方面，拢得到上帝的保守，互因每一天的生活，拢会通祈祷、荣光上帝，听通每一个人一款的心志，愿将这个家庭搁一摆仰望交托，祈祷恳求，奉靠最后所记的圣名，阿门。当然，最后这时间，要来讲这吼，咱这边为着讲被捕啦吼，就是这个约翰长老的被捕吼，这个卢伟兄伊伫顶礼拜四吼，顶礼拜四的时间昏迷吼，所以即马伫病院的中间还袂真实，还袂真实因为咱知影讲伊过去身体小可吼。就无讲太好势吼，我照时食药落啦吼，所以一个分别，但是嘛是有该替伊做迄个脾胃吼迄个物件吼，互伊通来食吼，免得讲伊体力无够吼，咱特别为着卢伟兄来祈祷吼，下晡迄个杨明长老会去甲看。我今到现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搁咧昏睡啦，算讲昏睡啦。咱直接为着卢伟兄来祈祷吼。咱也放弃即摆坐伊安尼手术了后拢真好势吼，咱嘛继续为着即摆坐伊的身体吼，伊的恢复来祈祷啦吼。伊即摆出门拢有请保镖啦吼。我会甲伊查，咱求上帝保守伊吼。伫咱中间毋知有特别爱身体顾圆圆吼，圆圆伊2月份的预产期吼，咱嘛爱替伊祈祷啦吼，互伊即个生产一切拢吼，做未来吼，各方面拢会通顺利。特别为着教会伫今即个新的年度。有遮新的事工吼，特别咱有即个要做独居老人共餐吼，咱为着即个事工来祈祷吼。另外咱今年度科会嘛要改选中职吼，咱也为着即项事来祈祷吼。咱即个时阵就起立啦吼，咱为着拄则所讲的即几位兄弟，为着咱教会事工，特别也为着咱世界疫情吼，咱台湾疫情来祈祷。上台湾这个喜欢，这时阵特别为着阮教会的弟兄，特别阮的祈祷，特别为着卢伟兄，伊目前伫病院，还在分别求上帝你特别来怜悯，互伊会通赶紧来真心，求你享受互伊有健康的身体，互伊伫生活的每一天拢会通因为上帝你的保守，你的帮衬。伊会通凡事献上感谢，所以叫你特别试阮伫卢伟兄的身上，互阮会通对伊
看见上帝你指标的新正技术，也阮要为着即放节伊用过手术了，伊才恢复，我是继续求上帝你来保守，互即个恢复一切拢会通顺利，保守你伫每一天的生活，拢会通好好照顾家己的身躯。我也为着圆圆2月份这预产期，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互即个生产一切拢通顺利。伫生产了后，即个做未来的时间，上帝你也继续来引带照顾，互圆圆甲即个细汉囝拢平平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也为着阮教会今年度有新的事工要来进行，就是保定独臂老龄的供餐。求上帝你，互阮通过即款的事项，互众人会通知影，干头教会伫即个所在设立，是为着要行做众人的帮衬，要行做众人的祝福。通过即个事工，也互阮兄弟姊妹，我同心合意伫即个社区来宣扬福音。也为着阮今年度有中级改选，求你互阮会通对你来感动，来选出合伫主你心意的同工，共同阮伫遮起做教会的事工，共同伫遮来兴起主你的福音。也为着阮全世界甲台湾即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求上帝你来保守，互阮的生活每一天拢有上帝你的照顾，无再互即个疫情来受到影响。阮将这事伫面前，求你施阮看顾，祈祷恳求奉靠做了所得的圣名，阿门。谢谢。上面的诗歌387首，咱今日。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相同的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地地，对你是直到主过来，阿门。
外口有一寡迄个花器吼，花器吼，然后需要的咱家己来看吼，炸转去，无咱就是准备要来给伊清掉吼。所以有需要迄个花器的人，咱才家己来去选择吼。另外就是迄个塑金体迄个顶礼拜快餐的方面吼，因为后礼拜补丁啊，后礼拜补丁。不行，我现在穿。